好多同學咧，有時候拍嘢咧就會一個 shot 咁樣去做嚇，或者一個角度。咁你會見到呢個畫面啊，有唔同嘅角度，係咪啊？影住一個人咧點樣去洗菜嚇，即係可能有一個人係點樣去勞碌咧工作啦咁樣。你會見到佢有不同嘅鏡頭，又 zoom 埋去，又有唔同嘅角度。你亦都可以喺靜止畫面咧做一啲動態，係咪啊？有啲動態你可以靜止，你自己停一停拍動態。靜止嘅畫面亦都可以咧有啲動態嘅，譬如喺個水面度拋啲嘢落去，係咪啊？有啲漣漪咁樣，咁呢啲亦都係靜態同動態嘅互動嚟嘅，係啦。即係靜止嘅畫面度你可以加動態，動態嘅畫面你可以加靜止，係啦。即係嗱，譬如話呢啲花係咪啊？佢靜噶嘛，咁你可以喐啦。咁呢啲蜜蜂係喐噶嘛，你可以定定地去拍佢啦。呢啲叫靜中帶同動中帶靜啦，係啦。呢啲就係一啲技巧嘅嘢嚟㗎，係啦。咁咧，如果你掌握得好嘅話咧，咁咧會有多啲立體感嘅。對於一啲靜態嘢，你唔使定定地咁拍佢。動態嘢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咧定定地咁拍佢，佢喐緊啊嘛，因為嗱呢個咧就係一啲拍攝技巧。嗱，又例如咧有個人跑緊咧，你可以加個穩定器啊。跟住佢嚟跑咁樣，咁呢個好處咧就係咧佢穩定啊嘛，咁你咧就好穩定咁拍影住佢跑，係啦，哇，使唔使咁快啊？哇，冇氣啊喎！嗱，你仲可以咧跟住呢個物體咧去有唔同嘅喐動，係咪啊？係啦，嗱呢啲啦，例如呢啲啦，係啦，喐喐會跟住嗰個電腦個蓋拍翻落去，係啦，拍一拍又上返。